后来继续来看台北树林一个70岁太太，和家己的后生凌迟，讲这个后生食毒失控，妈妈要报警，后生怎甲妈妈手机抢去烧掉，安尼也袂煞，伊阁甲妈妈扭去灶骹灌水，恐怖的举动，妈妈是惊甲叽叽叫，咪入去房间底门锁起来。嫌犯住伫楼顶的小弟，听到妈妈咧化休，赶紧报警，警察赶到地，甲压制扣手铐。警方想尽办法将门撬开，抑过入去一个看，厝内无人，真细致伫找。阿信冷静点，阿信冷静点，阿信在房间哪一串？来，先蹲下，先蹲下。脱北腿的查甫人无啥载人，警方赶紧甲压制，反锁伫房间内是伊的老母。在外面喊呐，就是他教练，他说有人要杀他这样而已。你知道他们家说一个做医生，一个做护士，然后这个好像有吸毒。听到有人喊救命警消，赶到现场，厝内拢是白烟。导火点是这台加速炉面顶有一支被烧歹去的手机啊。代志发生伫半暝12点外，台北市树林区的时啊，这家伙也是住伫共同的社区大楼。大汉后生甲老母住做伙，38岁姓赖的嫌犯，敢若是食毒、情绪失控，甲因老母冤家。因老母想要报警，这个后生将手机抢去了，甲烧歹去。佮甲灌水，或者个老母惊一个，秘入房间内将门锁起来。住伫楼顶的小弟听到老母咧喊救命，随报警。今日接获通报，将派遣社工立即协助申请保护令，讨论安全计划，依需求评估安置。姓赖嫌犯无透露，拢甲因老母剩长手，有毒品甲插队前科，即马敢若佫因为食毒涉嫌家暴，互因老母惊到，就算佫较疼这个后生。伊的性命安全受到威胁，除了痛心以外，恐惊这个阴影嘛难以磨灭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